南投草屯白顶里的新木是一张超过600岁老橡仔树，是当地地漂嘛是信用中心。不过这新木最近是获一张矫情寄生，惊这橡仔树会去影响到老橡仔树。这林业署是预计每年1月就甲橡仔树挖掉。树尾树形生做水果大，这是南投草屯平顶里的7股大新木。详细甲看，树尾这只树身生做真无同款。 原来是有矫情寄生，差太多了。他们这从远远看过来，怎么会差那么多？民众感觉新木即马看起来真无元气。按照这场寄生的矫情，毛伊家己树身基咧树叶，滚过一直拖落来，强要挖掉涂骹。当地的文书专家表示讲，7股大新木是一张老橡仔，是一个年纪超过600岁，是当地的地漂。因为树形水果壮观，则无去用扑掉。 光复之后呢，因为居民就把这边很多的樟树就把它砍除掉了。那这一棵是因为太大棵，那个当地的居民认为它好像是有神明附身。7股新木伫林业署南投分署管辖的林地，嘛是南投县政府列管的珍贵的老树。第2日已经完成现勘，树木专家讲，矫情的性命力真强。另外，矫情的结晶若是叫鸟仔甲碰触食去，放出来了后，生炭会真紧。 这张矫情的根，若是直直炭挖到地面，对新木的败害会更较紧。回到地面的时候，完蛋了，它可能就会把这个原本这一棵樟树全部都包起来，甚至最后它就把它吃掉。那所以我们称这种树种叫做绞杀木。如果不及时把它雀榕把它拿掉的话，它就把那个樟树的树干整个包起来，最后就把它掐死那种感觉。会由本分署来做雀榕的移除的工作。 跟根部覆土过高的情况，林业署表示讲，会伫咧明年1月把寄生的矫情刷掉，嘛会做伙来改善新木的生炭地。因为树木专家建议讲，除了刷掉矫情，嘛爱甲树身无清洁所在清掉，搁活化伊的根系，嘛爱做定期的检查。大新木估计3年到5年了，再当恢复元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